周汉林，哎，去那边超市给我买包烟，快点啊，着急抽呢。哎，好好。周汉林啊，哎，下楼给我拿点快递去，顺便给我带包槟榔。哎，好好。哎，你的槟榔，快递给你放这儿了哈。周汉林，到。公司园区化粪池堵了，赶紧通一下去，快去呀！周汉林啊，把这些都给我洗了啊！记着啊，我跟你说，一定要用手洗，分开洗，一定分开洗啊！哦，哎，汉林，你别去，你要实在缺钱的话，我们大伙给你凑点，别再干这些了。谁不知道你们保安队的周汉林啊？哎，给他50块钱，别说洗衣服，药都能给你喝了，对不对，哥几个？哎，是啊。哎，辉哥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汉林，找你半天了，咱那儿有个老同学啊，让你去客房给他送点东西，你呀赶紧去一趟。好，等我洗完衣服再说。哎，汉林，咱那老同学啊，他们还蛮着急的，你呀赶紧去一趟。老马，我让汉林去客房送点东西，没问题吧？啊，当然没问题。我们这里吴总最大了，吴总说了算。老马都说没问题了，你呀赶紧去一趟。人家可说了啊，你把东西送到了，能给你200块呢。那赶紧去一趟，汉林，一会儿咱老同学啊，该等不及了。我这就去。8521，去啊！你这个小妖精真骚啊！老同学，老同学，吴子豪让我给你送东西。吴子豪让我给你们送的东西，给我吧。叶舒瑶，周汉林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哟，这吴子豪还真有意思啊！居然让舒瑶的前夫给我送这玩意儿，还真会玩啊！这也太刺激了！哈哈哈哈！赶紧去一趟，汉林，一会儿咱老同学啊，该等不及了。怎么着？还想动手打人？信不信我一个投诉，让你直接失业？叶舒瑶，我知道你嫌弃我穷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身上哪一样不是我辛辛苦苦存钱买来的？你居然跟这个人渣在一起，他身边有多少女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哼，周汉林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？我跟赵总在一起呀，赵哥能给我买车、买房，我不跟他在一起，难道跟你在一起，租房子、挤公交，过穷苦日子吗？为了几10块的跑腿费，竟然恬不知耻给前妻送这种东西，你还真是够不要脸。不，瑶瑶，让这个老废物给咱们亲自送套套，这才叫刺激嘛！啊，这是给你的跑腿费，要多少自己减吧。你滚！别在这里碍眼。公司园区化粪池堵了，赶紧通一下去，快去啊！谁不知道你们保安队的周汉林啊？别说洗衣服，药都能给你喝了。居然让舒瑶的前夫给我送这玩意儿，还真会玩啊！
这也太刺激了！哈哈哈哈！操！一个就不把我当人看，凭什么我就被人看不起？就因为我没钱，就因为我是个穷人吗？难道跟你在一起，租房子、挤公交，过穷苦日子吗？可是，我要不干这些，我能干什么？别说是房子，就连一个像样的手机我都买不起啊！你前妻我试过了，真不错，下次跑腿继续找你啊！有钱了不起啊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丽丽，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？怎么又是豪车，又是这么多保镖的？爸，我跟 Mark 离婚了。离婚分割资产的时候啊，我才知道他是个隐藏富豪。你猜我分了多少钱？多少？100万。1000亿！爸，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那这是我们周家的黑金卡，拿着它呀，就能证明你的身份。爸，这里边啊有1个亿，你就留着当零花钱，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。我已经订好票去环游世界喽，拜。爸，照顾好自己啊！咱们家现在啊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钱，千万别给我省。哦，真的？我居然有这么多钱！要是这么说，我还可以买别墅，可以买豪车，以后再也不会因为钱挨冻受饿了。周汉林啊，你小子跑这儿了，一边去，醒去！愣着干啥呀？去呀！我信你个鬼！你敢打我？叶舒瑶，你处心积虑的去舔富二代，如果知道我现在的身份，不知道你脸上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我周汉林辛辛苦苦把赚来的钱都给了你，最后换来的只有背叛和羞辱。从现在开始，子不会再被任何人踩在脚下。喂，若初。喂，翰林啊，今天我过生日，我想到索克酒店开一个生日宴，老同学们都来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要是不来，我就跟你断交。你放心，就凭我们的关系，我肯定来。好。这些年，若初是唯一一个不会看不起我的朋友，他的生日礼物一定配得上他才行。真晦气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介绍的吗？我不太懂项链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店里哪一款最贵？目前最贵的是这款由国际知名设计师亲自设计的限定款，售价366万。是吗？服务员，把这条项链拿出来给我看一下。哎。哟，舒瑶，这不是你前夫吗？一个穷屌丝也配来这种高级的地方，你买得起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？这还用说吗？谁不知道你是个臭保安，又没权又没钱的。周翰林，你该不会是昨天受到刺激了吧？
想在我面前表现，就跟踪我到这里来。你这种变态，真让我恶心。我跟踪你这种不要脸的残花败柳，我有病吧？你要知道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以后少在我面前跳来跳去，演什么小丑，真恶心。小姑娘，把你刚才说的最贵的项链给我拿出来，我看看。好的，先生。周翰林，就你还买最贵的，你简直是不要脸！赵总，这款是我们新设计的限定款，售价366万。多少？366万！周总，那个舒瑶，要不咱们看一下其他的款式，几万块钱就得了。我朋友他们戴的都是几十万，我要是戴几万块钱，他们会笑话我的。好吧，那就再看看别的吧。赵锦成呀，赵锦成，这么多年你真能吹牛，我以为你是多么有钱的富二代，原来就这么一点点实力。你说什么？周翰林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就算是几万块的，也是你赚一辈子赚不来的钱，你没有资格在这说这种话。先生，这款不用说了，我就要这款限定版，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先生。小夏，谁让你动的？这限定款不能随随便便动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可是这位先生说，他说他要买。你要我怎么说你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就算是赵总要买这款项链，也得经过深思熟虑啊。这一看就是个穷屌丝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吧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先生，你……我已经说了，我要买，刷卡吧。这是黑金卡呀！这是什么黑金卡？就是储存金额超过1个亿的卡，只有身价超1000亿的顶级首富才配申请的黑金卡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店长，你是看错了吧？小夏，快去拿 POS 机啊！还黑金卡？这种卡就算是我们赵家也没资格拥有。周翰林，装都不会了吗？周翰林，我知道你跟我分手之后很伤心，但是你要是真的爱我，也不能阻止我奔向更好的生活吧？这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你。刷卡成功！什么？不可能！你这张卡哪偷来的？这貌似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先生，我这就给您装起来，你稍微等我一会儿啊。哎，我不想等了，算了，我自己来。周翰林，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那张卡是从哪来的？还有，你这条项链是要送给谁的？肯定不是你呀！先生慢走，注意脚下，再来啊！舒瑶，赵总，人家只是好奇嘛。他一个穷屌丝，哪里来那么多钱，还买那么贵的项链？周翰林，你给老子等着！喂，翰林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我的朋友们都到了，你不会跟我吧？马上，这不在外面给你买礼物呢吗？那你今天穿的帅不帅啊？我待会儿给你介绍一个大美女认识，肯定比你那个前妻叶舒瑶好。好啊。哎，佳佳啊，我待会儿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认识，他人很好，长得也不错，到时候你可得给我面子。算了吧，你忘了我眼光很高的。各位大美女，你们好啊！吴子豪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有没有人邀请你？哎呀，若初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昨天我那只是跟周翰林开了个玩笑嘛，那谁知道他是真傻乎乎的去呀。周翰林，若初啊，这个人不会就是你等一下要介绍给我的朋友吧？他昨天怎么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他昨天呐。若初，
初，你这个朋友也太蠢了吧！就是啊，没钱也就算了，还这么二。我倒是真想看看啊，长得是个什么样子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若初，若初，翰林，你来啦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堵车，所以说来晚了。没事，你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何佳佳，这个是徐敏，这个是郑雪，你们可以认识一下，都是我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周翰林，请多多关照。哎，佳佳，我这个朋友还不错吧？乡巴佬一个。哎呀，若初，生日快乐！宝格丽呀！哦，这是宝格丽的项链，名牌呀！这项链的价格，估计没有个10万块钱，恐怕下不来吧。这是宝格丽的最新款，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，它的价格是17万左右，非常珍贵呢。没想到何小姐对奢侈品也有如此了解啊！前段时间我本来也想入手一条的，可惜就是它的价格嘛，有点小贵。若初，真的是恭喜你了。这点小钱都无所谓了，只要咱们若初大美女开心，都无所谓了。何小姐，等你什么时候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也送你一个。真的？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10几万而已嘛，这点钱对于我来讲都是小钱儿。哎，周哈里，今天可是咱们大校花的生日啊！不知道你给若初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啊？不如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呐。对了，来之前翰林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忘带了，是吧，翰林？忘记了？若初，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呀？你就别给他打掩护了，周海里。平时你抠抠搜搜的也就算了，今天是人家若初的生日，你怎么好意思空手来的呀？哎呀，真是丢人呐你！哎，谁说我没有给若初准备礼物呀？若初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说是什么全球限量款。哎呦，这手工，这颜值，周哈里，这项链应该挺贵的吧？这是搁哪个2元店买的呀？这不是什么2元店的东西，这是商场专柜买的。喂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货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这可是全球顶尖的设计师亲自设计的限定款项链。全球仅限这一件，就这一件，300多万。听见了吗？300多万呢！你吹牛都不会吹呀！所以呢？所以啊，就算是一个极度爱慕虚荣的人，他也不会去买这么一个高仿品啊，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项链它是假的，带出去只会丢人。我觉得你的运气还是挺好的啊，随随便便在2元超市就能买这么一个高级货的高仿品。佳佳，别说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戴一个假的项链，的确是很丢人。但是如果戴一个真的，就不丢人了吧？你非要让我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就你这个穷屌丝，就买不起这么一件真品。若初，你怎么能把这么一个不靠谱的、爱慕虚荣的人介绍给我呀？佳佳，翰林他不了解这些东西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你别怪他。不是故意的，那可没人知道啊。吴子豪，你再阴阳怪气的就出去。若初，没关系，随便他们怎么说，反正这条项链是真的，我看也挺适合你的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，就丢进垃圾桶，我给你买别的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还有点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翰林，哎呀，若初，坐下。他当面被我们给拆穿了，肯定觉得丢人啊！你还追他干嘛？
我觉得翰林说的是真的。佳佳，要不然你再帮我看看。不对呀，这项链它不对呀，这项链它不对。怎么了，佳佳？难道说这项链它是真的？哎，佳佳，怎么回事啊？这项链的做工还有质感，真的是天衣无缝啊！但是这项链它不可能是真的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它要300多万呢。你觉得他买得起吗？等一下你就把这个项链拿出去给扔了，谁知道是什么做的？别再带着过敏了。对呀，若初，按下扔了吧。你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周翰林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不见了，我们的衣服都没人洗了。走，赶紧给我回去洗衣服去。苏总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有你什么事啊？周翰林，是我，怎么了？周翰林，是我，怎么了？哈哈哈！周总，我叫苏明辉，咱索克酒店的总经理。我现在需要跟你签一个合同，然后您现在就是索克酒店的总裁了。说是你女儿昨天派人直接收购了索克酒店，说是送给你做礼物。丽丽送我的？你稍等一下。喂，爸，你们酒店经理找你了吗？我觉得呀，你现在光有钱不行，还得有身份，所以呀，我就把你们酒店以及整个索克集团收购了。你瞎胡闹什么呀？爸爸怎么能做总裁？你别给我开玩笑。哎呀，爸，总裁挺好当的，就是签字什么的。再说收购索克集团就花了1000亿而已。不说了，我要坐直升机去看玛利亚大瀑布了。你呀，就好好享受你的总裁生活吧。你听我说，喂。周总，你有什么指示，随时吩咐。算了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看他不爽，把他给我开了。是，来人。你别吵了，滚吧。什么？你凭什么开除我？你们对不住了，队长。走。苏经理吧，在哪儿签合同呀？是这样的，合同呢正在打印，您和朋友先在这边吃饭，稍等我一会儿，我现在就去取合同。行吧，快去。翰林，你回来啦！刚好我们还没开始，你坐。不了。泼你个松假货的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我回来办点生意。谈生意？就你？你们不用留意我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刚好你回来了，我问你啊，你那个高仿货不是在2元超市买的吧？花了不少钱吧？就这质感，要不是你买的，我都以为是真的了。我都说了，那是真的。就别装了，我是看你是若初朋友的份上才给你面子。就这高仿货，花了上千块吧？什么？上千块？这么贵？翰林，要不然你把这退回去吧，这对于你来说太贵了。若初，我都跟你说的那是真的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咱们把它丢掉，我再送给你别的。我说周翰林，你还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啊！那上千块的礼物，你得攒多久才能攒到？人家若初让你退了，那是心疼你，你还在这儿不识好歹呀你！我们若初是不会带这种垃圾货的，你该拿出去扔了吧？若初，你真的不想要？只要是你送给我的，不管它是真是假，我都喜欢。好，
若初你，我说若初啊，你这么护着他，是会把他给害了的。你是不知道这周翰林他一天都在干什么，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在那装逼。刚才还在说什么来着？说什么谈生意？不，他一个臭保安，他和谁谈生意啊？啊？你是和外卖员谈呢，还是和捡破烂的谈呢？啊！哎呦！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苏总让我过来送2瓶酒。苏总？哪个苏总？来，姑娘，放这儿。苏总？难道是苏明辉？这个苏明辉很会来事儿啊。苏明辉是谁啊？就这么跟你们说吧，索克酒店的这一片区域都归苏总管。哎，若初啊，苏总这么大的人物，他怎么会过来给你庆生啊？苏总，可是我不认识这个人啊。既然不是因为你来的话，那就是因为其他人来的。那在现场的其他人，谁有这个实力啊？确实是和苏总把酒言欢过，不过那就是年会上的客套寒暄。我一个保安部的经理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面子？啊，那就说得过去了。像苏总这么大的人物，哪怕过来给你说一句简单的祝福语，那都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呀。哎，若初，你这个高中同学还不错嘛。哎呦，没有，苏总啊，可能只是体贴我这个下属吧。我周翰林，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可笑的？我在笑，你一个区区的保安部经理，如何能让苏明辉屈尊给你送酒？你他妈再说一遍！苏明辉是来找我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？苏总是过来找你的？对呀，不是周翰林，你是不是一会儿还想要说你刚刚就是在和苏总谈生意啊？真没想到你意外的还挺聪明。苏明辉知道我和若初是好朋友，这不就托人送来2瓶红酒。翰林，你认识苏总？也不算很熟吧，刚认识。我也是在今天才知道，这整个索克酒店马上就成为我们家的产业了。所以我过来签个小合同。简直是不要脸到极点了！哎，若初，你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呢？就跟个流氓一样。翰林他真是丢脸死了！这要是让苏总知道，哎，你这个穷屌丝，你怎么敢喝苏总送的酒啊？哎呦，完蛋了，赶紧走吧！怎么了，佳佳？你们是不知道苏总的脾气，如果这2瓶酒是送错了包间，等一下苏总过来，看见这个穷屌丝喝了他送人的酒，那可就麻烦了呀！赶紧走吧！哎，怎么办？诸位这是干什么？苏总，您还真的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啊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你来，我们当然欢迎的。这个索克酒店都是您的。哎，打住啊！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这索克酒店的主人啊，不是我，而是周总。是他？完蛋了，苏总刚才肯定听到周翰林在那装逼，所以才这么阴阳怪气的。我这25万1瓶的红酒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什么？25万1瓶？哎呀，苏总，您这酒啊，我们一口都没喝，全是周翰林他一个人喝的。难道你们不是他朋友？哎，不，当然不是，我们跟他一点都不熟。那个苏总，我们这儿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走。不是，他们怎么都跑了？还不是因为你啊！我？太难喝了。苏总，翰林他不是有意要冒犯您的，您千万别跟他计较。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懂。哎呀，
周总，对不住啊，这酒是不是不对你胃口？你要是觉得不好喝，我现在就让他们换其他酒。周总，苏总，您刚叫他什么？周总啊！啊，我刚不都说了吗？这索克酒店乃至周边的一切啊，都是周总的，我只不过是给周总打工而已。什么？那这2瓶酒，还有刚刚翰林说跟您的合作都是真的？哎呀，不，我哪配跟周总谈生意啊？我只是配合工作。啊？还有你送我的项链也是真的？您瞧您这话说的，周总这么大个老板，有必要送你个假的吗？哎，你看把他吓着了。哎呦，合同呢？哦，对，来，周总，您过目。好嘞，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周总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联系我。好。翰林啊，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是你生日，先不谈这个，以后呀，我慢慢跟你解释。那我的朋友们要是知道你那么有钱，肯定会对你有所改观的。回头我再帮你解释解释。哎，大柱，这朋友呀，不在乎数量，我有你一个人就足够了。喂，若初，我们去卓越酒吧等你哦。我不，佳佳他们去了卓越酒吧，还叫了其他的朋友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当然要去啊！今天你过生日，你是大寿星，最大的，我得听你的呀。哎，不过若初呀，我有钱这件事情，暂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。好，那我先不说。走啊！哎，若初，你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们不是，怎么把他也带来了呀？大家都是好朋友嘛。苏总没找他麻烦吧？若初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陈哥陈瑶，5星级星河餐厅的老板，他月入好几百万呢。在下陈瑶，多多关照。多多关照。哎，若初，小吴啊，这位朋友是？你说他呀，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周翰林。哦，就是那个被赵锦成抢了老婆，还给他送套子的那位。哎，对，真是幸会呀，朋友。好狗不挡道。妈的，一个臭保安竟然给我使脸色！嗨，哥，没事啊，行，咱上那边坐啊。若初啊，最近刚提了一辆豪车，哪天你有空，我带你到周边去转转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觉得兜风这种事情一定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才有意思。周兄弟啊，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啊，你的那个前妻呀，长得是真漂亮。这样，我替我的好兄弟赵锦成给你道个歉，你以后去我的餐厅，我给你打8折。哎呦，陈哥，你别说给他打8折了，你就是给他打5折也没用啊！他就是个臭保安，他哪能吃得起你家餐厅啊？你看我，对不起啊，兄弟，我以为你前妻长得那么漂亮，那你也一定是个大老板。陈哥，怎么可能？你肯定搞忘了，当初就是您给赵总出的主意，让他拿钱去调叶舒瑶那个臭婊子，结果没花几个子儿就把叶舒瑶给调到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叶舒瑶跟周翰林这小子没少吃苦啊，不然怎么这么见钱眼开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有钱很了不起吗？
哎，嘿嘿，顾大小姐，有钱他就了不起，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若初，坐。陈瑶是吧？你的意思，穷人就不是人，穷人就该死。如果你发觉我比你有钱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玩死你？周汉林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就你这种垃圾，敢跟陈哥这么说话？你想死吗？是不是？怎么忘记糖了？你小子找死！你疯了！在这种地方闹事儿，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这个我也没想到这小子躲开了呀！谁他妈的在我厂子闹事？谁他妈的在我厂子闹事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完了完了！陈总，怎么？你想砸我的厂子？哎呦，不是，我那兄弟不小心手滑了。对，我刚刚一时生气，大平就……哎呀！你他妈生气？我他妈的更生气！这间屋子里所有的物品都是进口的高档货，原价200万，老子让你赔100万！哼，陈总，别说老子不给你面子。谢谢虎哥，我这就给。看着他们，不给钱，不给走。陈总，我这把工刀也拿不出几千块钱啊！100万我上哪赔去啊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有责任。这里有10万。谢。这样，你们先想想办法。我先和虎哥商量商量，看能不能通融一下。不是，陈哥，大家是因为我过生日才聚在一起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我现在就给我财务打电话，让他给我打笔钱过来。若初，这个钱的大头怎么着也不应该你担着呀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个事儿是谁先惹的，就得谁担着。周翰林，是你先挑衅的陈哥，又挑衅马洋洋，还一时气才给你出手的。你看看你，现在出了事儿了，你怎么不强硬了？这个钱就得你赔。好了，翰林是我让他跟我一起来的，这个钱你们谁都不用出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我过生日，这个钱我来出。哎呦，若初，若初，没事，这事儿我来解决。我去打个电话。哎，这小子要跑了！就这么走了？就是他怎么就走了呢？啊，是不是个男人啊？若初，苏明辉，我在卓越酒吧遇到点麻烦，赶紧过来给我处理一下啊！顺便帮我查一个叫陈瑶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再看见这个人再继续招摇撞骗。若初，你怎么就不着急呢？翰林不是说他能解决吗？那就没问题了呀。你怎么还相信他呀？这不明摆着吗？都跑路了。刚才啊是一场误会啊，不好意思了，各位，打扰你们的雅兴。今天这场费用我买单，各位见谅，哈哈！大家啊，喝好玩好啊，走。这咋回事？这个他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原来是陈哥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怪不得呢，这虎哥刚刚过来道歉，说咱这钱不用赔了，还说要请客。陈哥，肯定是你跟他去解决的吧？我刚刚只是去上了个厕所，事情已经解决好了。难不成是虎哥心善不记得了？那是，
我和虎哥那是多年的朋友，在这里没有外人。陈哥，你太厉害了！陈哥威武，陈哥威武啊！翰林，你个怂货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还挑把事情结束的时候回来。好了，若初，都解决了。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若初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那事儿明明是陈哥解决的，你卸那个废物干什么呀？是吗？那要不要把虎哥叫回来看看，到底是谁解决的？若初，我知道你想维护周翰林，那也没有必要这样啊。就是陈哥，若初他这个人呐，就是心思单纯，容易上当受骗。你别介意啊。没事儿，我怎么会跟一个废物置气呢？这样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我们换个地方吃饭吧。我请客。哎呀，陈哥，威武！好啊。不过那个地方啊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去的，而且呢，我也带不了那么多人。有些人呢，不要跟着一起。没错。陈哥，去哪儿？是不是还去你那个 ？No， 这次咱们去天阙会所。难道是索克集团旗下云集了各种顶级富豪的顶级会所？不错。陈哥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们真的能去吗？当然可。不过几位美女要稍等片刻，我去开车。某些人嘛，该回家回家吧。啊，佳佳，我不去了，我有点累了。别呀，若初，这机会多难得呀！若初，如果想去玩，报我的名字就行。你要是觉得没意思，我送你回家。好，走。若初，这周翰林还真是有够不要脸，报他的名儿，他算个屁呀！他呀，就是，真没想到若初居然会和这种人做朋友。站住！你们不能进去。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啊？小何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天阙会所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贺哥，我陈瑶啊，你不会连我都不认识吧？陈老板啊，那就更不让你进去了。贺哥，我今天特意带几个朋友来玩，给个面子。贺哥，陈老板，你的心可真够大的，你家里出这么大的事情，还有心情出来玩？别说今天天阙不让你进，这今后让你进也不敢进。好大的口气，竟敢对我陈哥无礼，你就不怕？怕个屁！看样子你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星河餐厅今天就不属于陈家了，你们陈家破产了。李贺，我喊你一声贺哥，尊重你，给你面子，他妈少在这里放屁！我们陈家不会破产。哼！你这个畜生，你到底得罪了什么大人物？赶紧给我滚回来！这怎么可能啊？陈哥，你家不会真的破产了吧？哎，小吴，你不是认识那个苏明辉吗？你快帮帮我！陈哥，我就是个小人物，我哪能帮得了你们陈家呀？你还是回家吧，回家赶紧去看看吧。好，很好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天阙会所我们是进不去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各回各家吧。那个，如果我们是周翰林的朋友，可以进去吗？你说你是谁的朋友？周翰林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佳佳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哎，来了。本想着取点钱消费一把，一个不留神就取多了，还也真不方便。要不然我再存回去。谁呀？这是？喂，翰林，你现在都不秒接我电话了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是啊，有事快说，没事我就挂了啊。我现在就在星湖边，你立刻来接我，要不然我就跳下去。好，你等着我。哎，算了，叶舒阳，就当是解决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吧。有什么事快说。翰林，你来见我，我还以为你会给我带礼物呢。叶舒瑶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是你之前和我说过的话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从今以后没有任何的瓜葛。你混蛋！
你觉得我今天穿成这样，让你来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是说这些吗？那你要干什么？其实我之前跟赵锦成没什么，我之前都是一直在考验你罢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考验我？我们从今以后没有关系，以后少联系我。周翰林，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翰林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其实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叶舒瑶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我是爱你的，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那么久。对了，海林，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有钱了？居然花几百万买一条项链，你是不是中彩票了？哦，你不提这个呀，我还真忘了。就在前几天，我在跑腿的路上扶了一个老太太过马路，真没想到她儿子是首富，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，就送给我一张一次性的卡片。也就是说，你上次拿的那张黑金卡是一次性的，只能刷一次。对呀，那要是把那条项链卖了的话，卖，也只有你这种人能干出来这件事情。这是我送给若初的生日礼物。什么？你把那么贵的项链居然送给别人了？怎么了？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不，还有一颗爱你的小心脏。舒瑶，原来你对我一直是真爱呀！我之前都以为你在考验我呢。我爱你大爷！谁会跟你这种穷逼真爱？真是浪费我时间。我之前还以为你走狗屎运中彩票了，还害得老娘差点跳湖。周翰林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叶舒瑶，狐狸尾巴露出来，原形毕露了。周翰林，你这辈子休想碰老娘一根手指头！拿着你这个破垃圾袋，赶紧滚！这里面居然不是垃圾，是钱！翰林，你到底从哪来的那么多钱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就像你说的，我就是个穷逼，怎么能配上你呢？周翰林，你给我站住！要不然我就从这里跳下去！随便跳！喂，若初。喂，翰林，我才想起来，你上次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，我应该请你吃个饭。好啊，去哪里吃啊？我能带上我的朋友一起吗？当然可以了，那我们就在索克酒店怎么样？好，那到时候说。谁啊？你们怎么来了？请进吧。哎，若初，你这是要出门吗？啊，我约了跟周翰林一起吃饭。周翰林？若初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去，可以吗？佳佳，难道你喜欢上翰林了？我没事儿，我跟你说过，他人很好的。若初，你别多想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佳佳，你们怎么能吃独食呢？就是，要去一起去嘛。你们好了，我请你们，走。走，来，来干杯！干杯！周翰林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昨天那个李贺听到周翰林的名字之后，反应很奇怪。难道说昨天在酒吧里面出手救我们那个神秘人真的是他？哎，周翰林，怎么了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哎，周翰林，怎么了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就是昨天佳佳，这么巧，居然能够在这里遇见你。你是萧雨？是我，佳佳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没想到你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，我差点没认出来你。哎，你不是在国外工作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就昨天。对了，昨天晚上你们在卓越酒吧那件事处理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难道昨天晚上帮我们解围的那个神秘人，不是陈瑶，也不是周翰林，是你啊？我正好昨天啊听到那件事，就跟虎哥提了一嘴。那虎哥能够给我面子，那是最好的。哎，倒是你，佳佳，我觉得你脸色怎么不太好看啊？哦，我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差点就以为周翰林这个人就是那个野行富豪了，还好昨天的事情是萧雨解决的。你好，我叫萧雨，是佳佳的发小，也是龙城萧氏集团的总裁。哦，哎，这位朋友啊，你穿的这个衣服是什么品牌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呢刚从国外回来，对这些牌子不太了解。普通牌子而已。哦，原来是普通牌子，那真是不好意思。我呢平时都是穿一些品牌服，对这种杂牌的衣服确实不太懂。这样吧，为了表示我突然到来的歉意，我请大家到天阙会所。真的吗？我们昨天就说去，还没去呢。那种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的吗？真的能去？小问题，一个电话的事情。那我就赶紧拼车了。哎，你们没开车过来啊？我的那个车只有4个座位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你们去吧，我和翰林啊就不去了。那翰林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哎，若初，没关系，你先去吧，我待会就到。你看，桌子上还有这么多吃的呢。好吧，还待会儿过去？待会儿过去，你们进得去吗？你们要是舍不得这顿饭，我替你们付了好了。佳佳，你说什么呢？说好了这顿饭我来请。那就真的不好意思了，谢谢啊。行，那你们可就抓点紧，别到时候过去了，别说我们不讲情面，不让你进去。走，小雨。你们这同学真有意思，这出来吃饭还让女孩子付钱。若初，你也去吧。嗯，去吧。翰林，咱们到时候真的要去吗？别到时候进不去的话，这可就丢人了。我的辉哥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说能进去就能进去。苏明辉，哇，迈巴赫呀！周总好。周总，翰林，什么情况啊？这先不说那么多了，以后慢慢跟你解释。啊，愣着干什么？上车呀！哦，好，来，请。哈哈。周总好。我操，翰林，这也太牛逼了吧！这天阙会所，那果然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天阙会所的老板，不会就是你扶人家母亲过马路的那位？虽然这也有点扯。辉哥，是不是又是听叶舒瑶说的？别管那么多了，陪我去找若初。好，太厉害了，我的哥！哇，这里好大呀！小雨，我想进去参观一下，可以吗？进这种会所里面参观，那是要验资的。我进去没问题，但是带这么多人进去不太好办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周翰林吗？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呀？哎，周翰林，你们俩是怎么进来的呀？这话说的，我们当然是从正门正大光明走进来的，不然呢？还从正门正大光明的走进来的？你以为门口那些保镖眼睛都是瞎的呀？我劝你最好是实话实说，等一下那些保镖过来赶人的话，没准萧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还可以帮你们俩说说情。就他，佳佳说的没错，最好实话实说，要不然搞出事情来，我们都很难看，不是吗？我说的就是实话，
你们要愿意，带你们进去玩一玩；不愿意，那算了。什么？你带我们进去？你谁呀你？你也配？就是，这里面消费那么高，就连萧雨哥都没办法一次性带我们这么多人进去，就凭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？爱信不信。若初，走，走走。这个若初也真是的，居然会相信他这个穷光蛋。一会儿出事了还得连累我们，真是无语死。周总好。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小雨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这个不就是进去看看吗？那个没事，我们也可以进去。走，就当是带大家长长见识。那走啊！走。小雨，你快点！站住！肖总，你带一个人就算，居然还想带这么多人一起。何哥，给个面子，下次我请你喝酒，给你送点进口的好烟好茶。下不为例啊！那个，跟我进去吧。周翰林，你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哦，我呀，刚好认识这里的总经理，他非要请我们吃饭，又让我带上朋友一起来。怎么了这是？你还认识这里的总经理？小佳，我昨天听说这里总经理的妈妈被人扶着过马路，看来你就是那个吧？难怪能得到这么大的待遇，你运气还不错。随便你怎么说吧。若初，你喜欢这个瓶子？我觉得这个瓶子的花纹还蛮特别的。看它的纹理，应该是个国外的瓷器。哎，确实不错。土包子就是土包子，还确实不错，这本来就不错。这个瓷瓶啊，现在市场价值已经超过2000万了，而且还在持续的不断升值中。2000万！快！我要多拍几张照片。哎，这没什么。若初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打开来看看。哎，翰林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最好不要碰这个瓷瓶，万一打碎了，把你卖了都不够。就是，人家就请你吃了顿饭，还真把自己当东道主了。我只是看看而已。哎，你赶紧放下来！你们赶紧放！你看，你跟我抢什么抢？不关我的事啊！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苏总，就是他把这个花瓶给打碎了。对，苏总，我们大家伙都看见了，就是这个周翰林，他非要把这瓷瓶拿出来，一下就摔碎了。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你没受伤吧？苏总，不好意思啊，翰林他不是故意的。你看这花瓶，它值多少钱？我们几个凑凑赔给你啊，没多少钱，1000来万吧。啊，不是我说，我刚才拿的好好的，就是这个叫什么萧雨的他过来抢，才会摔碎。不是啊，苏总，不是他非要把这个瓷瓶拿下来，这瓷瓶怎么会碎呢？说到底，那不就是他手贱吗？就是做错事了，就应该勇于承担。它都已经碎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赶快把这东西扔掉，找人打扫一下，省得再伤别人。翰林，可别说了。行。苏总，不是，这不合理啊！他把这么贵重的花瓶都打碎了，你不让他赔？你要赔，那就记你们萧家头上。苏总，这为什么呀？这是？热初啊，听说你们家在双子塔附近新开了一个楼盘，要不明天带我们大家一起见见世面吧？翰林，明天一起去吧。喊他干什么呀？好嘞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你好，帮我取200万。先生，您这张卡里设置了最低取款金额，现在的最低取款金额是1000万。1000万？是的。
装满。好的，好的。哟，美女们也喜欢豪宅啊？那可不是，这房子多好看啊！我要是能住上这儿的房子，此生便是无憾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啊，做梦都想拥有一套这样的房子。嗨，你们谁要嫁给我们吴总，不就什么都有吗？啊，上这边瞧去。哎，佳佳，昨天那事儿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肖总不是说了吗？他就是救了总经理的母亲，所以人家才对他礼待的，运气而已。也是，这样才说得通。哎，不过那个周翰林真是蠢到没边儿了，这么个人情就这么还了。要是我的话，我高低让苏总给我一个首付钱，这样的话才叫划算嘛。翰林，若初，咱们看看去。走，若初，翰林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在这儿看一看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周翰林啊！我还以为你知道今天咱们老同学们要买豪宅，你这穷鬼吓得钻地洞了吧？怎么啦？这首付拿不出来，又跑腿去了？像你这样的穷逼，恐怕把腿跑断了，这辈子都付不起这儿的首付啊！为钱怎么会和这种没出息的穷屌丝结婚呢？真是丢死人了！有什么好笑的？跑腿也是靠劳动赚钱，丢人吗？哎呦，你听听，我今天来就是要买房子。你这小保安加跑腿的，还能攒够买这房子的钱呢？要真像你这么说的容易，那我们大家干脆都去跑腿的了。就是，还真是会装，不装你会死吗？我希望啊，你呀这次能有点骨气，说到做到，别只会吹牛逼。哎呦，就他那种贱骨头能有骨气，他有的那个叫贱气。哎，这么着吧，你要是能拿出钱来买豪宅，我跪下给你数钱，一张一张给你数清楚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会儿还真要辛苦你。什么？这不是真的吧？这不是真的吧？周翰林，你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？你说巧不巧？我在跑腿的路上捡了张彩票，这气人的是呀，我给中奖了。翰林，你到底中了多少呀？也没多少，还没多少，这些都有好几千万了吧？差不多。哦，对了，马洋洋，你不是说要跪下来给我数钱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原来是中奖啊！还真是幸运常常眷顾废物啊！如果我是废物的话，你比废物还废物。你，翰林，你运气还真挺好的。当然，人品好的人运气也差不了啊。若初，你看看喜欢哪一间，选下来，直接拿下。先生您好，需要我帮您介绍一下楼盘吗？可以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主推的是空中花园别墅套房，楼王中的楼王，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，售价6000万。6000万？我没有听错吧？那又怎么了？难道你觉得这个穷鬼能买得起吗？他就是一个穷屌丝，他肯定买不起。若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贵了点。哎，姑娘，房子我们买了，这钱呀，麻烦你拿回去点一下，不够我再去提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稍作等待。
翰林，是不是贵了点啊？无妨，只要你喜欢呀，咱们就买。开什么玩笑？6000万，说买就买。翰林，你到底是中了多少？这和你有关系吗？还真能装啊你！那既然中奖了，那不如请大家吃个饭吧。对呀，这些年我们大伙可没少帮衬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周翰林，你可中了一大笔奖啊！你不得请大家伙好好搓一顿啊！好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你们谁愿意来就来，随便吃随便喝，我买。翰林，今天晚上有事，我就不去了。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走。咱去吧。去啊，当然得去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还敢不把我放在眼里？晚上叫上赵哥，老子今天晚上非得把这个废物打回原形。周先生，我看来的人比较多，原来的包厢可能坐不下这么多的人，不如我们加几个椅子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个小包房里，算怎么一回事？不如这样，我们2个开一个至尊 VIP 包房，咱们在那儿吃饭。你要是觉得自己没钱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和你 AA， 怎么样？既然你赵锦成愿意跟我 AA， 我当然没问题了。走。老板，今天不是说您请客吗？没事，你把酒店里最贵的菜和最好的酒给我拿上来就行。先生，您看你们2位谁来点菜？赵锦成，既然这个包厢是你和我 AA 的，那么你看谁来点这个菜？周翰林，你有没有规矩？赵总再怎么说也是今天的客人，也理应由赵总先点菜才是。怎么，你怕不是赵总点多了，就算是 AA 也付不起是吗？好，那就由你先来点吧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先1人来1份太史五蛇羹，再1人来1份黄焖鱼翅。周翰林，我就先点这么多，剩下的自己看着点吧。这就点完了？点这么一点，够谁吃啊？周翰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赵总是怕点多了，就算你是 AA 也付不起。没想到还被你在这里说三道四，哼，真是不知好歹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是不是？经理啊，你们这儿的招牌菜有什么？给我介绍一下。我们这里的招牌菜一共有28道，都属于一些奇珍异宝，都是由国际上最顶尖的名厨精心烹制的。先生，您看要哪些？不用说了，所有的招牌菜给我来2份，在这吃1份，我打包1份带回去。好的。我说周翰林啊，你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就你刚刚点的那些东西，加上这个包房，得100多万了吧？你刚花了6000万买了个别墅，老子就不信你还能有钱。还打包1份，果然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真拉胯。我们家养了只小狗，和在座的几位一样，就喜欢吃这儿的菜。你真气人，你说？不是，你怎么还骂人呢你？赵锦成还没有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开口了？赵锦成，这菜已经点好了，要不咱们点点好酒？怎么，嫌贵？对，老子会嫌贵。你就算是再点20桌这样的菜，老子结账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不过倒是你兜里的那点钱，要是付不起的话，岂不是带着我们大家伙跟你一起丢人现眼吗？周翰林，你就算自己丢人就算了，你还非要拉着大家伙跟你一起丢人是不是？你是个儿指吗你？你们放心好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就算我付不起账，这不还有赵锦成给我兜底吗？经理啊，你们这儿的好酒都有什么年份？80年的茅台3万8一瓶，50年的麦卡伦5万一瓶，还有山崎25年，售价10万一瓶，都属于顶尖奢侈酒。先生，你要几瓶？酒店可以马上安排。周翰林，你几斤几两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就你那兜里能有几个子？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经理啊，
那个25年的山崎，先给我来1瓶。好的。哎，等等，是在座的每人1瓶。哎，等等，是在座的每人1瓶。好的，好的。周翰林，你确定要点这个酒？当然，要是赵总觉得贵，可以上点便宜的。我懂你。哼，我会嫌贵。既然你非要装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快给我拍个照！来来来，咱俩合个照。真的是绝了！喝完这瓶山崎25，我家的那瓶普通茅台那就沦为料酒了呀！这是个什么美味佳肴啊！天灵盖都开了。哦，这味儿简直打通了任督二脉啊！大家是不是都吃饱了？啊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几位好，除了包厢的费用之外，你们所点的酒水、特色菜以及至尊 VIP 包房，一共是199万元，2位分别支付99万5就好。来，经理，从这里拿上100万，剩下的给你当小费。谢谢周总，周总大气。来，赵锦成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你不是没有带钱吧？这里能不能刷卡？可以的。好。周翰林，你嘚瑟什么啊？这顿饭吃完，恐怕你也要变回穷光蛋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一会儿抱头哭的人是谁。好，赵锦成，买单吧。今晚的消费先记我账上，明天我再来结账，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赵总，本店概不赊账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您留下来一个人，等您把钱拿过来就可以离开了。哎呀，我看这今天好像快要下雨了，我家里衣服还没收呢，我得赶紧走。我也是，我那个家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也还有事。哎呦，你说这个点儿怎么有电话？喂，哎呦，这么严重啊？哎呦，等等我啊！哎呀，周总，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害怕。你看我平时对你这么好，你就留下待一会儿吧。一会儿我拿了钱就回来接你，好不好，亲爱的？可是，哎呀，你就在这待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回来接你。我们今晚在外面一起快活啊！那好吧，那我在这等你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叶舒阳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哟。赵总啊，马上就会带着钱来接我，你少在这里冷嘲热讽。但愿如此。周翰林，你在这幸灾乐祸什么？你以为你刚刚拿出100万，你就是大疯了？你只不过是运气好，中了点彩票罢了。你现在已经把你全部的钱都花光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活？幸好我早就跟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的废物离婚了。是啊，叶舒阳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自从你选择离开我的那一刻，我的生活那叫一个翻天覆地的有滋有味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有钱也只是一时的，人家赵总可富了好几代，人家爸爸的爸爸都已经是大富翁了。像你这种贫民窟出来的人，只配去当社会的边角料。是，你说的没错。那你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当你的赵总啊，辉哥，哎，走，好。哟，这不是周总吗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该不会是去混口饭吃，赶回老本行吧？
你该不会是把昨天晚上踩了狗屎运的运气，彩票中的钱全花光了吧？果然呢，穷鬼就是穷鬼，不能和我们的赵总比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家赵总半个小时就把钱拿出来了。周翰林，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做那件事儿是为了看我的笑话，可是让你失望了。你不会以为老子连区区10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看到了吧，这是赵总送给我的限量款的包包，漂亮吧？我们家赵总啊，出手就是阔绰，可不像某些人就中了一个小彩票而已。是啊，舒瑶，我可不是什么街边的阿猫阿狗。走吧，舒瑶，哥带你去个私密的好地方。不好意思啊，翰林，先走了。下贱！什么事儿，小苏？哎，周总，倒是有一件小事儿，不知道从哪走漏的风声，说龙城啊来了一个首富，收购了索科酒店。龙城的各大头目啊，都想给您摆接风宴，想要巴结您。您看啊，你要不要参与？好，你看着安排吧。翰林，找你半天了，怎么了？何佳佳要咱们一起出去聚一聚。你们要聚会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毕竟何佳佳不是看见我就烦了。这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原因啊。这次是何佳佳点名让你去参加宴会。他点名？是啊。哎，佳佳，你今天怎么突然要请大家来这天上人间酒楼来吃饭？是不是有什么大喜事要宣布啊？这大喜事呢，的确是有一件，不过今天啊，不是我请客，是萧雨想请大家伙吃个饭。他们家在龙城万邦街的酒楼不是要开业了吗？刚刚审批交接完，从今天开始，天上人间酒楼以后就是萧氏的了。佳佳，虽然是萧雨他们家酒楼开业，可我们这么多人不太合适吧？毕竟我们跟他也不算太熟啊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今天这顿饭不光是为了庆祝萧雨的酒店开业，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你们还记得卓越酒吧那件事吧？其实就是萧雨特意给佳佳和大家解了围呢。因为这件事儿啊，我们佳佳大美女已经动心了。讨厌！所以老子的功劳就这么被别人抢了。不过啊，不得不说，咱们萧总啊，可真是太厉害了。哎，佳佳，这以后天上人间酒楼那就属于萧氏了吧？那我们不是可以经常过来玩了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，其实这个天上人间酒楼啊，还不是完完全全属于萧氏。为什么呀？这天上人间酒楼不是已经被萧总买下来了吗？不，你们是有所不知，这个萧氏集团仅仅只拥有了天上人间酒楼的代理权而已。天上人间酒楼还有龙城万邦街其幕后真正的所有人，其实是索克集团的新老板。据说这个新老板是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一个中年富豪，这个富豪呀，可拥有着整条万邦街90%的产权呢。你说什么？这偌大的万邦街只属于一个人？对啊，这此人的身份究竟是何方之圣啊？竟然能掌握如此庞大的产业？萧雨还跟我说了，这位神秘的富豪将在不久的将来亲自秘密莅临龙城，还听说是一位拥有着1000年底蕴的富豪家族掌门人。哎呀，不过可惜了，萧氏今天下午才拿到代理权，所以就没有机会能见到这位神秘的富豪了。不过我还听说了，这个神秘富豪背后的家族姓……这个神秘富豪背后姓……
姓周。姓周？大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好下来接你啊。我这不是怕你忙吗？怕打扰你，还忙不忙？累吗？有你在，我怎么可能会累呢？哦，不对，是本来挺累的，看到你来了，我就一点也不累了。今天啊，万邦街来了很多的大佬，都是过来给我捧场的。刚才我去招待他们去了，所以没时间照顾你。抱歉啊，佳佳。没事儿。走，我们上去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哎，我说你这人手怎么这么贱啊！之前我已经替你赔了2000万了，你还不知悔改什么？你这个脏手，把这个雕塑磨脏了，赔得起吗？真是有够掉价！周翰林，谁让你乱动武？这个东西可是很贵的，要是像上次那个瓷瓶一样，你想让肖总给你擦屁股？就是，真是有够丢人的。瞧瞧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不知道佳佳为什么要把你给叫来，把大家的心情都搞得不愉快了。就是，周翰林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没想到肖总跟周翰林他们也认识。嗨，都是佳佳的朋友。哎，赵总，这些人不会也是你的朋友吧？肖总，这周翰林就是个穷光蛋，想天上人间酒楼开业这么隆重的事情，怎么会让这种人？真是拉低了天上人间的档次。哎，此言欠妥啊！这拉低档次是拉低档次，这雅俗共赏嘛。这偌大的酒楼，有高档的，它也有垃圾，这是在所难免的。这合理不合理啊？哎呀，肖总就是肖总，连说话都如此不一般呢。肖总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没有垃圾的衬托，又怎么能显示出我们的高档呢？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虽然我们说的都是事实，但是赵总，你不能这么嘲讽人家周翰林兄弟吧？周翰林兄弟，我们刚才就是单纯跟你开个玩笑，哎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周翰林兄弟，你看，我说他肯定不会生气的嘛。兄弟，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点小事开个玩笑就生气呢？去！哎，哟，还生气了？人家能让你来呀，是看得起你，是对你的恩惠。说你两句怎么了？你都还闹上脾气了。好了，我们也该入座了，一会儿再耽误了酒店开业的典礼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佳佳说的对啊。哼。哎呦，尴尬了，周兄弟，这没位置了呀。那这样，那咱们再加2把椅子，挤啊！这恐怕不太好吧？今天晚上来的可都是上层人士，社会名流，我们这么多人挤在这一起，像什么样？这样吧，我就把我的这个位置啊留给我们周翰林兄弟坐，好吧？这怎么行呢？这样他不就夹在我和佳佳中间了吗？况且啊，今天谁都可以走。肖总啊，您可千万不能走啊！我们还想着跟您多聊聊天，带我们长长见识呢。苏总，您看那个人，是不是您父亲说的周总？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啊？这是周翰林周总，掌握整个龙城万邦街的命脉，包括我们苏家的命脉。如若有机会，你一定要想方设法与其交好，最次保证不能与其结仇，否则不只是我，只怕我们整个苏家都要完蛋。苏总，我们要不要过去拜见一下周总？等一下，情况似乎有些不太对劲，我们再观察一下。怎么了，苏总？如今周总被萧氏那个废物嘲讽，正是我们表现的最佳时机。我当然知道，但一会儿
千万不能把周总的身份给暴露出来。接下来，你听好我的安排。是。鄙人苏子轩，苏明辉是我的父亲。这位朋友若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到我们这桌来一起喝杯酒吗？是啊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吧。既然是苏总盛情邀请，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天阙会所的苏总苏子轩，他怎么会邀请那个废物？天阙会所的苏总，他怎么会认识周翰林？而且坐在那桌上的可不只是苏总一个人，能跟苏总坐一块的，那身份肯定不简单呢。哼，罗翰林，谁给你的脸啊？苏总，那是因为看你可怜，还邀请你一起，你还真就舔个脸过来了。苏总，我是萧雨，是萧氏的掌门人，也是今天晚上晚宴的主角。苏总，您放心，这个废物敢坐在你的位置上，不会让他快活的。来人，慢着！怎么，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我的朋友坐在这里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那好啊，既然他不能坐在这里，那我们就一起离开。反正这什么狗屁典礼，也没什么意思。不，苏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那他是可以坐在这里的。苏总，您坐。萧总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苏总那么大的人物，他怎么会邀请周翰林那个穷屌丝跟他们这些顶级名流坐在一起呢？肯定是苏总为了感谢他救了他奶奶。那个废物真是好运气。子轩是吧？我听苏明辉提起过你。周总，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吧。不知您和萧雨的关系？不好啊，那就太好了，周总。不瞒您说，今天我有的是办法让萧雨的颜面尽失，打击萧氏的声望。只要能让您开心，今天的萧氏必定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。哦，这貌似对你的富豪来说，起不了多大的影响。周总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我们的确经常把妹，但萧雨跟我们不同。你可知道这视频里面的女人是谁？正是萧雨他儿子新娶的媳妇，也就是萧雨的儿媳妇。这倒是挺劲爆的啊！莫非是想得到我的默许？不错，只要您能让我爸不因此事怪我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好了。欢迎龙城的各位大拿，感谢你们莅临参加天上人间酒店的开业大典，也借此机会向诸位来宾朋友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何佳佳，也是我萧氏未来的女主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何佳佳，也是萧雨的女朋友。你和萧总怎么认识的？和大家讲一讲呗。我和萧雨呢，年少的时候就认识的，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为什么会选萧雨做我的恋人？是因为他回国以后为我做的一件事。何小姐和萧先生真可谓是郎才女貌，今日我天上人间酒楼真是双喜临门。接下来剪彩仪式正式开始，首先是由我们所有的宾客录制的祝贺语，请大家看一下我身后的大屏幕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萧雨，你敢骗我！你王八蛋！不，佳佳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佳佳！你个王八蛋！你听我解释，儿子，那个人不是我，有人要搞我！他妈的，谁来搞我？你今天必须要好好跟我解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走！你听我解释，儿子，这真的不是我。周总，
之前这老小子对您不敬，今天够解气了吧？好了好了，这热闹呀，我已经看够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哟，这不是周总吗？怎么没车接你啊？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靠，嘚瑟什么呀？我好像听说他们家公司好像出什么事儿了，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，给你这拜金前妻啊买这买那的。喂，翰林，你快来卓越酒吧，佳佳出事儿了。何佳佳出事关我什么事呀？我为什么要去？什么？何佳佳出事了？这真是太好了！这个臭女人啊，针对你不是一次两次了。现在出事儿，只能说是老天开眼了。对。哎，对了，最近有没有见到若初啊？若初？没看到。你也没看到？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顾家将会在顾老太的寿宴上宣布顾若初与萧家联姻。什么？哎，顾老太啊，昨天我的那丑事儿已经辟谣了，视频啊是合成的，有人想整我，所以我们两家的婚事儿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？可以提上日程。萧雨，你做梦！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嫁给你这样的人渣！你给我闭嘴！顾若初，就算你曾经是校花，但如今你也是一个快年过50的半老徐娘了。除了我，还有谁肯要你？再说你们顾家可是急需一笔资金呢。顾老太，您意下如何？应该可以。我看不怎么样。翰林，你就是若初说的周翰林。听说你运气不错，中了个彩票。不过这可不能成为你接近若初的资本。这卡里有250万，应该比你中的彩票要多。拿上这250万，赶紧滚出去！从此以后，不准你接近若初。这250万，这个数字非常好。若初啊，若初，这个废物周翰林，区250万就能够让他放下尊严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点小钱爷根本就看不上。哎，郭老太，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200亿，让我跟若初在一起，如何？你说什么？若初啊，发生这种事情，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我以为我自己能解决得好。周翰林，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别以为自己中了个彩票就可以染指若初，想都别想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跪下给我舔鞋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萧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现在都已经成为全龙城的笑柄，你心怎么这么大，还有过来提亲这个想法？你给我闭嘴！周翰林，今天是我老太太的寿宴，我不想跟你有什么纠葛，更不想让你这个无名小卒来破坏我的寿宴。识相点，拿上这250万，赶紧滚出去！然我会让你后悔今天走进顾家。顾老太呀，顾老太，你也太糊涂了吧！为了这区250万就让自己的女儿下嫁给这个人渣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教训我。你这人谁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敢和顾老太这样说话？太过分了！该不会是来抢婚的吧？但这样貌不及咱萧总的1/10呀！诸位，你们可能不了解，这位周翰林先生可是一位知名的人，他以前就是一个臭保安，后来中了一张不知从哪儿捡来的彩票，就当起了暴发户。
大手大脚花钱。现如今他挣的钱，恐怕已经被他给挥霍完了。他费尽心思的想接近若初，我看根本就是没有安什么好心。这250万都满足不了你的胃口，我看你就是想当个倒插门女婿，做绝户吧。萧雨，你给我闭嘴！哎呦，这不是跑腿达人周翰林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能来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来？我是受顾老太邀请来参加他的寿宴的，你怎么会在这个寿宴上？我看大家好像都不太欢迎你的样子。周翰林，怎么哪哪都有你？你们去哪儿不关我的事情，我想干什么，你们也不配知道。哟，这不是跑腿送套3人组吗？人都凑齐了，有意思啊！萧雨，你说什么呢？今天是我妈的寿宴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哦，对，我差点忘了，今天啊是顾老太的寿宴，也是我萧某人的定亲宴。萧雨，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嫁给你。若初，你嫁给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家族联姻由不得你，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。周翰林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我萧某做事需要你同意吗？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就是，像你这种过街老鼠，也配来顾老太的寿宴？寿宴？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参加什么寿宴，我这次来是抢人的。周翰林，把你的手给我拿开！他顾家缺的资金只能由我萧雨来补，他顾若初也只能嫁给我萧雨。周翰林，你拿个手机划什么？装什么呀你？这个地方也是你这种人能来的？我说周翰林，你不会是打电话给你保安队长，让他来救你来了吧？啊？苏明辉，你现在立刻以索科集团的名义向顾氏集团注资100亿，你给我听清楚，30分钟之内我要看到资金进账，否则的话你就给我滚蛋。周翰林，你不会以为帮了苏总的母亲，苏总就会给你100亿吧？你上次把苏总价值2000万的花瓶摔碎，他还没有怪罪于你呢。你真当你是什么东西了是吧？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们公司一定会出现大问题，到时候你们肇事，可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赵锦成，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不得不说，你的胆子也够大了。他先是向高利贷借了2000万的现金，然后被暗箱操作，不到5天，利息就滚到上亿。这次你们赵家死定了。周翰林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赵总怎么可能会破产？赵总，你告诉他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些都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件事你怎么知道？难道是你？赵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周翰林说的都是真的？翰林，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知道你和天阙会所的苏总有关系，我求求你帮帮我。赵总，你跟他个废物废什么话？他只不过就是帮了苏总他妈而已，我才不相信苏总会一直帮他。你给我闭嘴！赵锦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还算是轻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和翰林结仇？我告诉你，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会一笔一笔的在你身上讨回来。老实点！
翰林，翰林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翰林。可惜啊，这次我真的帮不了你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是个废物呀。再说，苏总也不可能一直帮我，对吧？叶舒瑶，这个臭婊子、臭破鞋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翰林，翰林，周翰林，你给我等着！不过是狗仗人势罢了。那个废物赵景成，还真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。周翰林，你不会真以为仅仅凭你帮了苏明辉的妈，就可以随意的指挥他吧？还投资100亿，说出去也不怕人笑掉大牙。你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，就你也配？顾夫人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我们顾氏集团的账目上已经多出了200亿资金。可查明到投资方是谁？已经查明，投资方是索克集团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你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就凭他随口一句话，苏明辉就会给你们顾氏注资200亿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放肆！你怎么跟未来女婿说话的？你来人，把这个家伙给我赶出去！别碰我！好，你们他妈的都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！哼！翰林，来，喂，肖总，好消息啊！那位神秘的首富周总，明日将会莅临龙城，接风宴就指定在咱们的天上人间酒楼吧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哼，看来老子我要一飞冲天了。只要明日哄好那个周董，那我肖某以后在龙城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哈哈哈哈！顾若初，老子一定要让你在我的胯下俯首称臣。哟，其乐融融啊！萧雨，你怎么还敢回来？周翰林，我刚才接了个电话，苏明辉背后的主家周总，明日将亲临龙城。你们顾家的200亿注资，也不是这个废物出的，而是周总给龙城企业的第1笔投资。接着说，那位大人物明日即将亲临龙城，在我的天上人间酒楼举行接风宴，届时他一定会大力扶持龙城的各大企业，而我的天上酒楼肯定首当其冲。顾老太，你现在觉得我和这个废物谁更适合做你们顾家的贤婿啊？你说的那个苏明辉背后的主家，莫非就是龙城整条万邦街幕后真正的主人？没错，当时苏明辉啊也想将天上人间酒楼拿到手里，最后还是被我萧家所得。因为啊，我萧家与那背后主家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这酒楼的经营权自然是我萧家唾手可得。不像某些人自以为有所依靠，其实不过是别人眼中的一条狗而已。你等等，我怎么觉得和你不熟呀？再说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苏明辉要收购什么天上人间的酒楼。小雨，你真是撒谎成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是说你就是那神秘首富周董吧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。诸位，我的助理给我打电话说，那位大人物已经从海外即将返回，明日将来到我龙城，在我天上人间酒楼
举行接风宴，届时各大名流都会亲临现场。你这个废物，胆大包天，简直不知死活！顾老太，要是让那位大人物知道今日他的所作所为，那你们顾家的那100亿投资就保不住了。周翰林，你这个垃圾小人，竟敢觊觎我女儿！能跟我女儿结婚的，只能是萧总，也只会是萧总。来人，把这个来顾家闹事的人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若初，他周翰林顶多是运气好的暴发户，怎么可能是那个大人物啊？你可要认清形势啊！若初，如果我是个普通人，你还会跟我走吗？我愿意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。那好，我会在明日大典上告诉你们所有人，我周翰林到底是谁，然后上顾家来提亲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，谁还敢拦着我。若初，萧总年富力强，如今又攀上了高枝，你若跟萧总结婚，我们顾家会在萧总的带领下一飞冲天。没错，若初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我一定会帮你们顾家度过这次难关。我还可以助你顾家成为这龙城顶流的家族，怎么样？我说过了，你们爱谁嫁谁嫁，我死都不会嫁给你这个畜生！顾若初，你今天敢走出这个大门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！白眼狼！萧总，让你见笑了。若初这个倔脾气啊，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不过您放心，这个婚事啊，我同意。您看明天这个大典，一家人为何要说两家话呢？你放心，明日那位大人物的接风宴就在我天上人间酒楼举行，到时候龙城各界名流全部都会亲临现场，到时候你只需要把若初带到我的酒楼便可。这接风宴必然会有你顾家一席之地呀。那我在此就多谢萧总了。一家人，一家人。顾若初，你就等着成为我的胯下玩物吧。萧总，顾老太，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若初呢？哎，那孩子呀，倔得很，就是不肯回来。不过萧总您放心啊，您和若初的事儿啊，只要我答应了，绝对不会食言的。那既然如此啊，那我们就先上去吧，这宴会啊，马上就开始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来，这边请。哎，你看那个人，他一个人在角落里吃吃喝喝有一段时间了。这种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？浑身上下都是一股屌丝味儿啊！那个人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？周翰林，你还真敢出现在这里？怎么，今天还准备冒充那位大人物啊？哼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是上赶着找死！今天这场晚宴来的人可都是龙城的顶级势力，你擅自进来，就算是苏明辉来了，也未必能保得住你。苏明辉，要不你去问问他，看看今天这个场合是为谁设置的，要不然你还得穿成人勇士呢。你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！真以为自己中了几张彩票，哎，扶着别人的母亲过个马路，就可以在这里大放厥词，冒犯苏总。周翰林，我告诉你，最好老老实实在这地方给我跪下，等待苏总和周总的到来，听候发落，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同样啊，如果你现在跪下了给我磕10个响头，我就会考虑给你们萧家谋一条生路，不然的话，我真不知道你们萧家能不能看到明天升起的太阳。周翰林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今天不跪下来，
向你磕头认错的话，你会在1天之内让我萧家倾家荡产是吗？说对了，孺子可教啊！你他妈还真敢承认是吧？大言不惭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凭着你自己那点破运气，中了几张狗屎彩票，就想灭了我萧家。且不说我萧家即将成为那位大人物的附属，凭我萧家在这龙城几十年的底蕴，岂是你这个废物能比的？在我的眼中，你就是一坨狗屎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萧雨呀，萧雨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你不会是真以为你们萧家所谓的一点点狗屎底蕴就能保得了你？我老实告诉你，只要我愿意，你们那点点底蕴在我面前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回旋可灭。感谢苏总给的这次机会，让我争取到加入周家的机会。这份人情，我萧家没齿难忘。我敬你一杯。小少啊，虽然周总答应了你的请求，但是最近你那个糊涂爸没干什么好事啊。我这个糊涂老爹啊，成天就知道给我找麻烦。之前给我惹的事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这次啊，应该会消停点。哎，周总，苏明辉，我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，立刻马上滚到我的面前来，否则苏家覆灭！哼，真是到死都还敢装！既然如此的话，周翰林，我告诉你，从今日之后，龙城再无你立锥之所。诸位，萧某不才，今日放了条丧家之犬进来，扰了诸位的清静，在这儿，我恳请诸位昭告龙城，封杀此人。此人胆大妄为，身份低劣，大言不惭。我龙城王家愿意和萧家联手，封杀此人。我龙城齐家附议，封杀此人。没想到周鹤龄这个废物，竟然引起这么多名门望族的怒火。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让若初及时和萧总交好，要不然的话，恐怕我顾家也会遭受牵连。你们就尽情笑吧，这好戏刚刚开始。好戏，这确实是好戏，把你贬得像乞丐一样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戏。来人，把这个废物我轰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们好大的胆！你们好大的胆！苏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，你想彻底毁掉萧家吗？儿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别他妈叫我儿子，我没有你这么下贱的父亲。周总，请你息怒。这是周总？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是传说中的周总？儿子，他就是个废物，他怎么可能会是？闭嘴！周总，是我父亲惹怒了你，还请周总责罚。责罚？我可不敢说。再说了，如果你早来，我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看到你这个好父亲那股威风劲儿？周总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儿子，他不可能是周总，他就是一个臭保安呐！他为了钱，他连尊严都不要了，他还给他的前妻做……闭嘴！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，还不赶紧跪下贴和周总发落！闭嘴！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，还不赶紧跪下贴和周总发落！周总，从今日起，这萧雨再也不是我萧家之人，他能落到今日如此下场，都是他咎由自取，要杀要剐，听候您的发落。只求您放过萧家一马。我早以前就警告过他，你问问他有没有听过。如今，如果我不用萧家杀鸡儆猴，我以后怎么服众呢？苏明辉，好，从今日起，龙城再无萧家，还有王家和齐家，其他家族的资产各减1半，以儆效尤。是，周总。
翰林，若初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我没事，以后不会再有人让我们分开。对了，我有点饿了，要不去吃东西？好，走。